您好，我是周建如，我是婚龄论辈人。我平常时呢，介意钓虾啊、弹吉他、佮拍篮球、佮看电影。我细汉时阵拢甲阮阿嬷做伙大汉的，所以讲若讲到台语的时阵，我拢会想到我较早咧庄脚甲阮阿嬷做伙生活的时阵。我这个人真爱哭嘛，爱笑，所以我大概去互遮个表演感动的时阵，我都想讲，我家己嘛想要做即款的人。我演到即马差不多5年啊，一直咧铺陈，所以讲我就想到一出戏叫《海鸥》内底妮娜讲的话，做咱这道的上重要，毋是名声，是要有耐心。你爱盼起家己的实力价，要有信念。我即马有信念啊，我就袂阁感觉痛苦啊。我会继续演，演到有一天你看到我。我人家会笑，无得会哭的时阵，我是周建如。